日日掃眼出街。哇！你嘅發運客豆仲未搞掂，啱之後做乜咁野客豆？你發運啊，把嗰啲斑全部冇晒。唉，所有嘅斑全部冇晒，嗌啦！我繼續用啊，冇氣我都繼續用啊，冇辦法。呢瓶血斑霜係我見過咁多瓶血斑霜之中最好用嘅一瓶，輕輕你每日吐佢2次，早上吐1次，夜晚吐1次就可以，好簡單。假如呢度嘅有斑，你就吐呢度嘅；冇斑嘅地方你就唔使吐。哇，真係上癮啊，真係！呢瓶血斑霜真係邊個用過邊個愛上啊！我介紹幾萬人用，個個用完話表姐，哇！呢瓶血斑霜真係好用。我都話咯，如果你依家仲喺度做皮秒啊啲人，我同你講啊，慳翻啲銀紙好過啦。你做皮秒你會反彈噶，特別是你哋有雀斑、老人斑、人參斑、青褐斑、混合斑，一系列有斑嘅人，你一定要用佢，好見效啊！你用佢半瓶啊，哇！你會愛上，不過佢1瓶好少嘅咋，1瓶只能夠用你半個月嘅時間咋，真係好睇哇！啲斑真係全部淡晒，我哋冇晒斑啦而家。哎啦，我搞埋掂啊啲黑豆啊！